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单集的播出，在这一集单集当中呢，我要为大家访问到一位来宾，这位来宾他叫黄麒英。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接到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当时的我还不认识的黄麒英麒英的制作案。那坦白说，我当时对麒英没有任何的印象，这真的是很抱歉当时接到案子的是台客电力公司的 DJ 大卫 David 哥邀请我来做的这个案子，担任编曲。那但是呢，最后吸引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黄麒英的爸爸黄三元老师。各位听我节目的人，你可能不一定知道黄三元是谁，但是你一定有听过有一首歌叫做《素兰休假要出给》。那么《素兰休假要出给》这一首歌呢，就是黄三元老师他所创作，而且他所演唱的是一位台语老歌很重要的一位前辈。那因为呢，我自己在10多年前有制作当过策展人，一个演出叫做难得台湾歌蔡振南说唱音乐会。那一系列的说唱故事里面呢，其中就有黄三元老师的故事，所以呢，当时我就很兴奋那后来呢，跟麒英见到面才想起来啊，原来我们在高雄的评审的活动上面一起当过评审那于是呢，就开始了我们认识的缘分，也开始了参与麒英的这个制作案。那同时呢，还和吴雄老师两个人合作，为麒英写的当中的一首歌那2020年之后呢，到今年2023年，这样也就将近3年多的日子过去了，麒英的专辑终于出来了。那么这张专辑的缘起其实很特别所以我在这一个单集当中呢，我要来邀请黄麒英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点点滴滴的故事好，那废话不多说，我就准备来邀请麒英来跟大家问好。同时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节目呢，我都会在粉丝页上面留下一则贴文。那么大家你可以在我的贴文底下呢，跟我分享你的心情，那也许给我一些建议，或者给我们一些回馈，我都会觉得很感谢你。那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或者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认识。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用热情的欢迎黄麒英。好，现在在我们线上为大家所访问到的就是黄麒英我们先让麒英跟大家问好。嗨，麒英你好。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年刚出道的黄麒英。其实麒英照理说这一张专辑应该要更早就发行了因为2020年就开始制作，然后到现在已经2023年了你跟我讲一下为什么拖你久拖这么久，其实我是拖在录音，因为我想要把人声的部分唱得更好所以录了好多年录了很多年录了好多年，但是慢慢地做的概念的对是慢慢做的概念，慢慢做嘛专辑名称叫做甘乐甘乐为什么名称也叫做甘乐其实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像甘露一样，我们需要找到我们适合自己的平衡点。那甚至比如说咱离外口的环境还是咱离外口的走总，那像甘露同款，所以咱来去调整自己，让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你不知道你现在就小想一下甘露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也许有一些人台语你不够好，你想甘露是啥？甘露其实就是陀螺啦
然后启英刚刚讲说女性啊在扛亏，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尤其是结婚的女性更像感动。感动，对吧？对，就职场上有没有、大家就很拼啊？对，然后因为结婚的女性白天的时候在职场上拼嘛，晚上回家如果还有小孩还要照顾小孩，真的就像感动陀螺这样转的感觉，好都想嘞。真的很像。其实整个社会都是都是对，都是甘乐，其实叫甘乐，那是甘愿快乐吗？甘愿快乐，其实也可以这么讲哈，甘愿去享受你忙碌的快乐，好像也可以，对不对？对，也可以。这个是专辑名称，同时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它算是开场歌。对，然后有一点电音的 feel。电音的 feel。电音你平常较早听的习惯吗？其实我都听韩国的音乐，所以这首歌的发想是我听了韩国音乐而起来的。对。好，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编曲。这首歌的编曲是陈志奇老师，那他也是杨培安老师的这个 keyboard 手，也是南台湾很棒的 keyboard 手。是啊，台湾很棒的 keyboard 手。其英大多时间都在南台湾的活动了，是包含就是当评审啊等等。对啊，跟俊杰老师也是当评审才认识。没错。对。然后重点是来其英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还在念研究所，然后原本是也要当成毕业制作的一部分，然后就要毕业呗。毕业了，就把这张制作呢当成是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制作。所以你毕业论文写什么？毕业论文我就写说黄麒英首张台语创作专辑作品探讨，就是探讨作品探讨，这个很酷。对。探讨这张专辑的歌怎么做出来的。不过你这算，因为你念的是民族音乐研究所啊，是你的论文用这会当准绳的对吧？因为你不是写民族音乐啊。对，民族音乐其实它就是世界音乐，那台语歌嘛是属于世界音乐一环，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以外国人来看的话，这个台语歌也是世界音乐的一环啊。对不对？对。那我们看非洲音乐，我们看爱尔兰音乐，这些都是世界音乐的一环。对，所以我们的民族性很强。对，那台语歌嘛是咱世界音乐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因为咱想的是台语是咱生活的一部分，咱都袂去想到讲，它其实也是我们也算世界音乐的一环呐，吼。对，是，也是流行音乐。就以台湾来讲是流行音乐，可是如果以外国人来看的话，你台语歌是世界音乐，它角度不同，看的角度不同。对，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先让大家来听一下黄麒英的这一首歌。你听到他世界音乐，他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你想讲唱起来先歌戏，还是什么南冠北冠？无啊，完全无迄种代志吼。我们先听歌，然后再跟麒英聊天。是。穿着钱领牛仔裤，抹着胭脂的笑容，逐日无用走踪的脚步，予咱暂时袂记伫小步。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奔波若像甘露，西啊西啊，西来西去，西出打拼的勇气。床心情爽，穿着美丽的洋装，逐天无用走踪的脚步，勇敢追求咱的理想。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奔波若像甘露，西啊西啊，西来西去，西出打拼的勇气。踏着迷人的舞步，生活若像甘露，西啊西啊，西来西去，西出咱的
的智慧。我头看天边，阮飞过去，一切无如意，拢放予开。生活念现代的都市，奔波若像监狱。洗啊洗啊，洗来洗去，洗出打拼的勇气。脚踏着迷人的舞步，生活若像监狱。洗啊洗啊，洗来洗去，洗出咱的智慧。洗啊洗啊，洗来洗去，洗出美丽的家己。认真做自己。好，这一首歌从电音开始，但这张专辑的风格其实很多元、很丰富。好，你写这的歌的时阵啊，你拢在想啥哈？我拢在想啥？其实我只是想讲吼，甲这张专辑的这个歌吼，会当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我怎么去把它串成一个可以兜起来的一个概念的制作物？我只是在想这样。对，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你一开始是从概念出发？对耶，你怎么知道？我猜的啊，我猜。真的。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想要表达什么事情？一开始其实我有从好几个方向。一开始是从那个历史的点下去做。可是我想说，那邓又太沉闷。那第二个，我就找社会上的这个根源，跟大家能够接地气的。我就想说，这个就对了。对，所以我就找接地气的歌，然后去找主题，然后就把它串成一首歌，然后一首歌再把它串成一连串的专辑，这样。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刚接你这个案子的时候，然后你有写简单的企划。然后那时候就是从历史的点，我们看到我跟吴雄老师想说，绘画这被讲的代志就大掉对，我想起来，对，那时候是从历史的角度要去讲一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对，我们想如果做流行歌的话，哇，我的天哪，这是别让他从，对，那个就变成是有一点交响曲的，对，不太一样，交响类就是世界类的东西那个范围太大，而且我们收到奇英的 demo 的时候，其实奇英自己的 demo 都做得很仔细的，因为奇英自己是本科系，又会做编曲这件事哦。可是我的编曲都被嫌说编得很难听因为你经验也无够啦，系啊，你也接过10个人的编曲，你就会满足大家啦。真的好。对，那你第一首写出来的歌是甘乐吗？我第一首写出来的歌是《迄时的美梦》。迄时的美梦。这是在写什么人？迄时的美梦是在我爸爸来托梦的。这首歌，那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穿着白西装来床边跟我讲话。讲完之后呢，他就浮现他在电视上唱歌的样子。要跟你讲啥？那他要跟我说的是。他永远都在歌迷的心中，然后没有离开过。所以呢，我隔天早上起来，我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意会用文字，然后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所以其实是他在想歌，他在想他的歌名吧？他在想他的歌名，是啊，我感觉是安尼呢。你感觉是安尼吼？你写歌的时候，写足久的吗？没有，我写歌的话，我差不多有当时写半点钟、1点钟就会写一条啊。所以重点是你想讲要写啥较久？对，就是找那个主题。那个主题是比较要深思熟虑的。那这一首迄时的美梦也是写很快。写得很快。这首歌是由演奏曲改编来的。所以先写了演奏曲。先写演奏曲，然后再写歌词。嘿，先有曲再有词。然后有一点 New Age 的风格。对，其实它就是 New Age 的音乐啊。它就是嘛哈。
唱出来的感觉就变成台语歌这样。对我之前齐英专辑一出来的时候，我有在粉丝页上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齐英的歌啊有那种典型台语歌的 feel， 但是也有非典型台语歌的素材在里面。那因为跟齐英自己本身从小是学古典音乐，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其实你讲你的启蒙，你的音乐启蒙较侪其实是你阿公哦。对，因为我阿公从小他就是训练我要听音乐，那听过的音乐有很多世界音乐，那还有国语、台语、日本，那还有其他的像民族音乐很多，那包含你学的古典音乐也不会少，不会少。贝多芬、莫扎特，然后还有柴可夫斯基，那甚至各类型的交响乐都听过。所以你对于流行音乐反而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因为就从小他都放江蕙的歌让我听啊。哦，真的哦。真的。安尼问一下，安尼你对你爸爸的歌的感受是啥？我觉得就是就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不俗气，是流行。可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来听的话，你会觉得它是有年代感的那个本土味。我讲一下因为齐英比我小，齐英年纪比我小，你搞不好小我10岁有。真的哦。应该是有啦。我是66年次的啦。真的哦。哇哦。然后齐英的爸爸的歌年代的那个流行的年代啊，又至少大我超过10几岁，对嘛，差不多。对，是。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寿兰休假买车给》，然后我们熟悉的可能长辈一点点你熟悉的还不一定是黄三元老师的版本，可能是叶启田唱的，对吧？然后高齐英这代听到的。搞不好恁500，对，所以恁靠感受的，搞不好是500唱出来的气氛呢，就是那个摇滚版的气氛。对，然后原版的那个《寿兰秀加倍出给他听起来其实是，如果以现在来看，很像一种，它有点日本的味很重啊。我觉得它的就是庆典的味道比较浓厚。对，因为伊的 melody 是日本歌，敢是？它是北海道民谣改编的捕鱼歌嘛，对吧？捕鱼歌。然后所以他使用的节奏也是北海道那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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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种的。不过这种节奏来到台湾以后啊，台湾人因为咱的人记不掉，伤长啊，然后所以拢改变就简单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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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安尼。然后很多原住民就以为说这个是他们节奏，不是这是台湾的乐师大鼓手黄瑞丰老师一改这就简单的安尼。对，然后所以你爸爸对你的音乐的影响反而没那么大。对，我觉得是聆听了各国的音乐之后，我觉得这个影响才是最大。对，你对他有印象的时候，他还有在做秀吗？有我从小其实他们都会寒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回去台中，然后他们就会带我四处去跑场。所以你跑场你都跟在旁边？对，我都跟在旁边。小学的时阵，伊要个你早场对吧？有啊，都有跟到。都有跟到。对，都有跟到。所以你说的阿公是外公？对，外公。外公住在哪里？外公住在高雄。所以秦立公您外公到底在高雄？你小时候是在高雄长大？我在高雄长大。那因为我外公是一个音响玩家，所以我从小就接触了音乐音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原来，所以你的养分是这样来的。然后你对你讲，而且我外公收藏了很多黑胶唱片，酷超多的，有以前的像阿爸合唱团的，然后像一些黑人音乐，像一些非洲音乐，他都有黑胶可以让我聆听，他还会教我就是 CD 片还有黑胶片，以前你知道它有一个什么 LCD 是不是 LCD 还大片对不对？对，对，他还告诉我这些听起来的差别。
真的哦，教我，他有教我这些，然后他还跟我说唱盘要怎么放，那个音响要怎么听，哪一种音响租起来好听，哪一种喇叭好听，高低音，然后叫我去分别。讲无伫这物件，你能好好讲留着不？有啊，就留在老家的那个楼上。嘿，但是那个要整理呢，不会害去呢。有啊，那整个黑胶还有整个很多很有价值的 CD 都放在音响室。然后都要定期稍微给他检查一下。都检查一下。所以迄时的美梦其实是安尼来的吼。就是爸爸托梦。对。安尼咱讲来到这，然后大家也知道奇英的音乐养成大概是什么一回事。那你再来听那个有一点带 New Age 味道的《迄时的美梦》，你就会更有感觉了。这原本是一首演奏曲，然后才加入歌词。那编曲也先介绍一下好吗？编曲的话是贾爱国老师，嘿，他是霹雳国际的制作人。OK，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再继续跟奇英聊天。好的。秋风吹着阮的心肝，阵阵凉，哪咧讲阮安怎？少年的梦，人生已经来完成一个梦，是安怎？阮最后的成空，浮浮沉沉踮在虚幻的世间。看尽人生花开落土的世态，你若问阮的故事，阮的讲阮拢不知，亲像是繁华过后的无奈，遥遥远远想起彼时的美梦，我伫天顶底看嘛咧斟酌听，你若问阮伫倒位，阮的讲阮拢伫这，永远袂离开心内的思念，敢知影？吹着阮的心肝，阵阵凉，哪地讲阮安怎？少年的梦，人生已经来完成一个梦，是安怎？阮最后的成空，浮浮沉沉踮在虚幻的世间。看尽人生花开落土的世态，你若问阮的故事，阮的讲阮拢不知，亲像是繁华过后的无奈，遥遥远远想起彼时的美梦，我伫天顶底看嘛咧斟酌听，你若问阮伫倒位，阮的讲阮拢伫这，永远袂离开心内的思念，敢知影？浮浮沉沉踮在虚幻的世间，看尽人生花开落土的世态，你若问阮的故事，阮的讲阮拢不知，亲像是繁华过后的无奈，遥遥远远想起彼时的美梦，我伫天顶底看嘛咧
真足惊。你若问阮伫倒位，阮会讲阮拢伫这，永远袂离开心内的思念，敢知影？敢知影？敢知影？从研究生，然后原本只是想要做毕业制作，然后原本做很大的史诗型的历史的想象，到后来开始有越来越接地气，然后2020年一路到2023年，基本上变发片歌手，所以基本上属于一个发片的新人啦，对啊，哦，对，发片的新人，我要把自己认知为自己是发片的新人，有准备好了哈，现在之前还调整不太过来，现在应该是可以的这样子。你们接下来会做一些宣传活动吗？会，接下来就是就是我们的宣传的郭宏志大哥跟就是大伟哥那边会再做安排。郭哥我郭哥的特懂啊。真的哦，郭哥是你知道大家音乐圈都叫他是音乐圈的李长博嘛？哦，对，我有上网路看了一下，是有嘛？音乐圈的李定贝，所以宣传什么时候会开始跑？应该是我还没有接到他们就是已经规划好的完整的这个 schedule，但是已经开始，可能就很快了，很快。所以我算是你第一个通告。第一个，今天是第一个访谈。哎呦，感谢呢。不会，当然就是要留给这么好的那个金曲歌手。不啊，因为我是制作团队啦，我自己是制作团队，所以一定要自己先讲究，你知道？我觉得你那首《黑蝴蝶》编得很好。好，我在齐秦这张专辑里面编了3首，是不是？对，《黑蝴蝶》、阿公的愿望跟苏联丽啊，黑拢是2020年的时阵。然后你那年敢来做去3首嘛，没吧？没有哦。其实这些歌都慢慢做出来的。我是说那一年你只录这3首歌而已吗？好像是哦，好像是。未来都要停来疫情嘛，现在。对，疫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有暂停了一下子。对，因为都不能录音嘛。没错。这3首歌风格都很不一样，而且苏良丽是不是这张专辑唯一不是你写的歌？没错，就是俊杰老师跟吴雄老师的大作这样。我一定要让我来那个行销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好啊。大伟哥找我跟吴雄老师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想说，看我们能不能写一首歌是跟你爸产生关系的。那因为齐秦写的歌也有啦吼，但是因为齐秦就是自己一起黄三元老师的女儿嘛，所以角度不上赶快。是。那我跟吴雄老师2个人，吴雄就想说，那我们要写什么啦吼？吴雄老师就讲，他就问我讲，你敢知影3万老师有一条歌内底有迄个大阪城的姑娘。我讲敢有，然后他就放给我听，有呢。如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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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他是唱台语的。对。然后吴雄老师就讲，咱来想办法把这个旋律放入去，放一部分。然后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这样子，那也是一种敬意哈，对他的敬意。然后我们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做成巴萨诺瓦。巴萨诺瓦。对，然后就是叫做就是思念黄三元老师的一种感觉啦。对，那既然安呢。爱好我偷渡一下，我会帮我自己的歌敢会使。可以啊，老师你很厉害，我有去上过爵士课。那个巴索罗瓦就是爵士钢琴嘛，对不对？我就是也有学到这样的节奏，所以我听到你这个节奏的部分，我就觉得很熟悉，因为那个跟我上了1年的爵士课，就很有连结这样子。而且齐秦这首歌也是我帮你配唱的嘛，吼。对，我们一起配唱的。我感觉黄齐秦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唱巴萨诺瓦，但是没有彻底的洋腔洋调，还会留住台语很多的韵味跟开口的来对。真的你有这样感觉啊？有，真的然后是唱我感觉跟他欠一笔，我早自己找伊内底和声吼，跟他是安尼。
对，但是这首歌其实唱这样的味道是很 OK 的，我嗯反复听了很多遍，我觉得它没有太多的转音跟太多的技巧，但是它又可以呈现它把萨隆巴融入台语歌的这个特色。没错。我觉得有这样把味道唱出来是蛮不错的。我觉得我们这一首的合作也很成功啦，就是典型成功加非典型的混合。是好，安尼来听这条歌，来歌名叫做思念你啊。好，咱听这首歌，稍等含起音开讲。好的。年月弯弯，思念你啊。窗外的风，伊伫吹，伊伫吹乱时代，吹过了天边往事留台。窗内的人，伊伫梦，伊伫梦起当初，梦中的心事海角天涯。年月弯弯弯，弯有世事变幻，谁人又知倒在旧情谁来？心内话听听听听你心的期待，期待着惜你的青春原在。双双看风眼对对相伴，飞向天边不愿拆散。夜夜我恋恋不舍的，也是难忘的情歌。你敢有听见思念你啊？思念你啊？思念你
在我们线上所访问到的是黄麒英。麒英其实你自己也很会编曲啊，你后盖其实除了幕前以外，你也可以做幕后的编曲工作啊。哦，真的哦。对啊。可是我的编曲没有很职业啊，因为我都在新世纪里面打转，所以我还蛮喜欢那样的风格。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就像你们老师那样，这么可以把它变成像一幅画一样。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只会一种风格。哦，真的哦。我嘛是导导我就讲说，如果你有机会接超过10个案子，你就会了啦。可是我觉得编曲对女生来讲有一点吃力耶。怎么说？我觉得编曲整个比旋律的创作还要复杂。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对女生有点吃力？因为女生的编曲能力，就是编出来的歌跟男生这样比起来，我因为听过很多，我觉得还是男生在编曲这一块是比女生的组织力还强一点。我觉得这跟组织的能力是有关系的。他需要一点数学啦。他组织能力需要是有强度在的。他们跟女生有的浪漫是男生没有的啊。是没错。所以没关系啦，可以啦。真的。真的啦，真的。真的。麒英这张专辑的发行是风潮唱片。然后呢，黄麒英也有粉丝页。粉丝页就叫做黄麒英 Emily。对。然后大家你可以搜寻麒英的粉丝页，你可以如果你喜欢他的歌，喜欢他的音乐，你可以上他的粉丝页跟他说。然后如果你喜欢这张专辑，你也想要拥有这张专辑的话呢，就是发行就是风潮唱片。其实风潮来画这我感觉蛮适合的，因为风潮发行的音乐都不是这么 local 流行的，然后你这张专辑也不是这么纯流行的专辑。真的哦。对。那专辑已经发了那你会有什么想象或梦想吗？我希望大家会喜欢，并且就是可以去传唱它。你有按什么版发表会吗？有发表会已经在筹备了。已经在筹备了。在筹备了。应该是会跟台客电力公司一起发表。这样还蛮好的。你其实因为你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帮你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啊，跟你合作的时候，你每一首歌其实你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小小的故事那时候你都有写给我们嘛，对不对其实你怎么不会想要在网络上慢慢分享每一首歌的小故事让大家知道？有啊，我最近有开始就是都有在写了。已经在写了，就对。那因为就是跟着宣传嘛，就是我们等下一波就是这个宣传出来，我们慢慢的又会再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你妈妈听你的这张专辑了吗？我妈妈她说很好啊，很好啊，叫我们要努力这样。就跟安尼讲呢。要努力。对。对。你要做歌手，以为做烦恼的，伊讲哎呦，这道就歹行呢。他也有说啊，他说这个很辛苦呢，你确定你要出来唱歌吗？而且因为你哥不是讲个性很高认真的人。其实也还好啦。对。也还好。对。那妈妈有没有喜欢哪一首歌？妈妈她说都很好听，她说这张专辑老师制作的都很棒。但是我们很喜欢黑蝴蝶，超喜欢的。为什么叫黑蝴蝶来对着？蝴蝶就蝴蝶，为什么叫黑蝴蝶？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看到了一只蝴蝶在飞嘛，那它是黑色的，那它就在城市里面穿梭，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蝴蝶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歌曲的可能？那我就回去想了一下，那大概这首歌就让我就是我看了很多的文献之后，我就可以哦。那我就一下子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你写歌进前都先去看关于蝴蝶的文献？没有，是因为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蝴蝶这个昆虫，它是要写成歌，是它要有它的一个内涵。对，我觉得这种这个的这个名称，我觉得它要有那个内涵度存在，所以我就有去做了一下功课。那我偷偷跟你说一件事，这首歌也是演奏曲改的。我有感觉到。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这首歌在编的过程也被大伟哥打枪蛮多次的。真的。伊里希望我安内，希望我安内，希望我安内。
那于是他希望这个中间，因为我们其实奇英的这张专辑我编的部分我有连弦乐团一起进去这样子，然后他就当伟哥不知道哪里，我不知道你们也许有一些讨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有可能就是他希望我中间能够出现那种很大气的史诗的感觉的弦乐。但是我就感觉这条歌是蝴蝶啊，蝴蝶为什么要很大气呢？我一直想不通。那但是他就希望可不可以有一些完全跟这个歌里面没有关系的素材能够跳出去，让它飞出去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被你的旋律影响，因为你那个旋律其实蛮大的。哦，真的对啊，因为演奏曲嘛。对，演奏曲。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很久我想那就剩下间奏可以发生一点事情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大家你会听到那个间奏，我就直接跳出去，就让它变成一个3拍子。没错，我有发现那个是3拍，就让他离开，我们就走一下，我们就假装我们是做宫崎骏的电影好了，好不好？这样。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玩，因为它中间就是让蝴蝶在跳舞嘛。对，你就让它有跳舞的画面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哇，你这首歌把它编得好好听哦。所以都是厉害呀，就是因为你是演奏曲的前身。对，演奏曲的前身，对。你知道他的演唱这条歌13度呢？人声哦，13度吼。就是唱歌的这个部分。你的音域有13度你就是自己害着自己，你都不用怪别人啊。对，我写的歌我都觉得好难唱哦。可是很好听啊，你不觉得吗？很好听啊，我很爱耶。当然很好听啊，我也觉得很好听，超好听的。但是我有叫这条歌欺负到啊。真的哦。系啊，没啦我你编出来大家都有介意但你唱的时阵嘛就欢喜啊。是。那很期待奇英的这张专辑，我现在都不说人家专辑卖得好啦因为这个时代专辑要卖得多好，我们都知道。但是希望很多人会听到你的歌，然后被你的歌感动这样子。是。然后你赶快办发表会，我再来给你看。好啊，真的吗？有这个荣幸，你可以来就对了。一定爱啊，一定爱啊！还是你要不要来做嘉宾啊？你叫我就行，好不好？真的你跟恁大伟哥讲，你也有需要，你叫我就行。真的哦，真的。你可以来弹琴，然后唱歌啊，因为我们不是也有合作好几首吗？对啊，所以看你跟他讲啊，你们觉得适合啊，我都 OK。我都 OK，真的哦。对就那个节目录去啊，讲出去啊，我讲我尊神啊呢。好，我跟他讲。没错。好，那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来听奇英这一首《黑蝴蝶》。黑蝴蝶。哦蝶啦吼。蝶。然后专辑名称给大家讲一下。甘乐。甘乐啦吼。甘乐。嘿对。欢迎大家支持黄奇英，你也上他的粉丝页。好，你喜欢的话跟大家分享，跟他说你喜欢。有时间都会上去留言，这样。你今天把专辑真多歌的故事大家知怎样？好的。好，没有问题。好那要祝福你专辑让很多人听见。好的，谢谢俊杰老师。剩发片新人要玩得开心哦。好的。好，谢谢奇英。然后耳朵带我去旅行也在这边，我们听最后一首歌就是《黑蝴蝶》，然后跟奇英说拜拜咯。好，大家再见，拜拜。蝴蝶轻轻飞，请问你要飞去佗？风在吹，云在飞，世间有真正的人伫佗？花开的香甜，阵阵迷人的气味。花若开，心就开，苦涩酸甜人生的滋味。细汉
阮相随，少年时认真过日子，亲像乌蝶飞来飞去找气味，咱的心肝头甜蜜，拄着乌云落雨时阵的天气，咱着赶紧来面，等待雨天，等待花开，雨停彼时，就是转来时，花蕊甘甜，原来采味，天光彼时，咱着添滋味。细汉时，美梦伴阮相随；少年时，认真过日子。亲像乌蝶飞来飞去找气味，咱的心肝头甜蜜。拄着乌云落雨时阵的天气，咱着赶紧来面，等待雨天，等待花开，雨停彼时，就是转来时，花蕊甘甜，原来采味，天光彼时，咱着添滋味。蝴蝶轻轻飞，才问你要飞去佗？风在吹，云在飞，世间有真正的人伫底。花开的香甜，阵阵迷人的气味。花若开，心着开，苦涩酸甜人生的滋味。心若开，路着开，人生过了才是有